看這些隊伍排到天黑都進不去，還好有這本速通秘籍為你敞開 VIP 通道。今日呢段片你一定要認真聽住啦！如果你打算去芽莊玩，又唔知點規劃行程，唔使驚，呢份5日4夜輕鬆遊攻略，快啲收藏埋啦！第一日如果係下晝或者傍晚到埗，記得一支箭殺去海邊大排檔，人均80蚊人仔，海鮮生猛到彈牙，抵食到爛。第二日係行程重點，無論你係帶細路定自己玩，一定要去珍珠島。跨海纜車景緻真係靚到爆，島上有主題樂園同埋面向大海嘅過山車，由山頂衝落嚟個視野真係一流，超值得體驗。下晝返到酒店可以游下水休息下，再去市區行下占婆塔呢類小景點，飲杯越南咖啡。第3日繼續跳島遊，推薦禪島、竹島、芽莊周邊有成幾十個島任你揀，人多嘅話仲可以玩高端定制，絕對冇問題。第4日如果玩到有啲累啦，就可以由市區轉去機場附近嘅金銀灣，揀間中高端度假村攤下抖下，入夜去巷仔市集揾地道海鮮，記住專揀細間鋪，風味秒殺大酒店。最後一日住喺金銀灣，食完自助早餐，悠閒5分鐘就到機場。需要完整詳細攻略嘅話，歡迎點讚同喺後台留言，我會發俾你參考。